又係我係純純。我今日想推薦俾大家一個吸塵機，即係話我哋之前推嗰個吸塵機呢，呢隻係最新機，但係佢當然有提升啦。佢嘅電池即係話對機時間，同埋佢可以摺疊式嘅，呢個摺疊式就比較更加最方便啲，同埋佢呢個吸咗，因為之前有人話呢個卡位。每一次倒垃圾都要卡呢個位嘅話，佢好容易壞。呢個位好容易壞。我哋呢家呢個頭呢度位打開，佢係可以直接倒埋呢啲垃圾嘅，係可以直接倒埋呢啲垃圾。呢一個，然後可以摺疊式嘅，收得更加方便啲。然後我哋呢一個有3隻力度，即係話呢度有3個力度可以。重撳開機，綠色燈係第一個力度，佢已經好吸力㗎啦。然後第2檔黃色燈，第3檔最高嘅力度就係第3個力度。佢可以將手機直接吸起，係直接吸起嘅，手機都可以直接吸。因為我好勁嘅，因為我手機呢度係亮面嘅，即係話有啲滑，佢手機都可以吸到。呢隻係16嗰個 PM 嗰個好大 size 嘅嗰個，好重 size 嘅呢個機都可以吸得到。然後佢唔止吸，佢呢一邊係吹嚟嘅，即係話你放住呢一邊，佢係可以當一個吹力。你吹嗰啲格粒放嗰啲，你睇我隻手，好犀利啊！好犀利啊！好大風力。當然佢都有配埋呢啲拖地頭，同埋呢啲抽空頭嘅，係。然後我哋呢一個裏頭嗰個內置，呢個膽，呢個係嗰啲呢個可以入水嘅。直接用水清洗佢。然後我哋呢一部機本身就係配一個呢一個，然後我哋會送多2個，即係話有3個濾膽俾你哋嘅。佢跟機係跟一個，然後我哋再送多2隻濾膽俾大家。然後呢一個嘅價位，即係話佢成套係配呢啲嘢，呢個嘅價位係俾你哋138蚊。呢個我今日冇帶支咪，可能收音唔會咁好。可能收音會咁有啲細聲，強力推薦益星嘅櫃嚟，2隻顏色，呢2隻買得好好啊，因為我原價係288，然後我哋呢家俾粉絲，即係話158蚊，佢點樣扭轉佢都唔會壞，係啊，點樣跌佢都唔會壞嘅，佢有1年嘅保養，一隻耳仔可以對機18個鐘。1年保，即係話你呢個益星牌子，你如果用咗一隻耳機壞咗，佢可以成部換新機俾你嘅，而且佢越用越好用呢一個牌子。因為我自己一直都係推呢隻益星，一直都係用緊呢個牌子嘅，而且佢呢個勾住耳仔更加舒服，唔會甩，運動跑步呢啲都唔會甩嘅。呢一個可以觸摸，直接接打電話，聽歌直接調大細聲。然後我哋呢一個佢嘅手柄，如果你戴眼鏡，係呢個戴眼鏡嘅話，佢嘅手柄好細，戴口罩同埋戴眼鏡都唔影響，同埋佢呢個更加貼耳啲，聲音呢啲更加貼耳啲，同埋接打電話呢啲有共噪，即係話靚聲一啲，對機時間又耐，同埋佢呢隻耳機，我哋益星呢一個耳機一直都有保證嘅，係呢一個。黑色同埋灰色，我強力推薦係呢一個耳機。呢2日出咗好多個，每一個人試過都話呢個好靚聲，而且佢原價係200幾嘅，288蚊。然後我哋呢家，因為我哋係代理，直接係直營店，所以我哋可以俾到大家優惠價錢，即係話158蚊。你要買肯定係買呢啲大牌子嘅，有保證啊嘛，同埋有1年嘅保養。聲音越嚟越靚，呢個益星，你相信係純粹就直接買呢個耳機。
仲有一個新版，即係我哋僑邦住呢家出咗11，唔係之前嘅10噶啦，呢家係11藍牙嘅手錶，海強筆真係好犀利啊！11仲未出嘅，呢家出咗，呢個僑邦住呢個11真實嘅 OLED 屏，畫質好靚噶，佢有繁體字。有3D 立體模式，係即係話我呢家調咗呢一個俾你哋睇，就比較方便啲。36啊、運動啊、睡眠、血氧呢啲都有，你睇好靈敏。呢啲標盤同埋翻力嘅神器照片，佢呢家新加咗一個，即係話之前嗰啲藍牙版係唔可以覆信息嘅，我哋呢一個係直接有人發信息俾你，你可以直接喺手錶度收到。而且係直接就可以覆到人哋。我呢家連接我手機試一下，呢家已經係連咗我嘅手機㗎啦。即係話你呢家收到其他人發俾你嘅呢啲信息，你都可以收到嘅。然後你可以直接語音覆佢都得，你要發表情俾佢都得，係你要快速回覆佢都得。然後我呢家你睇嗰啲表情全部都有嘅。你要覆佢乜嘢都有，係，因為我冇連到 WiFi， 呢個係連接咗我嘅手機。佢呢家呢個用戶就係我，你呢家收到咩信息，佢呢度都全部會睇得出嚟嘅。你 WhatsApp 你就可以收到 WhatsApp 信息，即係話你喺大陸嘅話，呢個微信你就可以直接覆人哋信息，係直接喺裏頭就直接可以覆到㗎啦。而且佢呢個 OLED 屏好高清，你 WhatsApp 嘅話佢都可以收到 WhatsApp 嗰啲信息嘅，同之前嗰啲手錶係一樣，佢都可以直接語音通話呢啲，係好流暢㗎，好流暢嘅呢個。佢有2隻顏色，一隻銀色同埋一隻黑色，好靚嘅。僑邦主佢呢啲牌子佢就唔會透露你嗰啲個人信息，因為其他之前有一啲都支持微信，就係驚透人你嗰啲個人信息，呢個就唔會嘅。然後我哋鍾意帶錶面嘅，就可以攞呢隻 Ultra 款嘅，功能同我哋呢一個係一樣嘅，都係 Ultra 11，有繁體字體，大家鍾意嘅話可以買一隻去帶，因為你喺大陸嘅話，你就直接唔需要攞手機回覆信息㗎啦，你就直接可以用呢個手錶收到 WhatsApp 信息啊，同埋呢啲微信信息，可以直接喺上邊回覆㗎。因為佢有一個 Apps 可以綁定，如果你手機喺 WhatsApp 嘅話，你就可以直接收到 WhatsApp 嗰啲信息，然後覆人哋就得㗎啦。呢個都係一樣有顏色同埋黑色。鍾意邊隻顏色嘅話，大家可以自己揀。然後我哋呢啲手錶佢本身有帶埋一條錶帶，然後我哋再送多大家2條錶帶，即係話有3隻錶帶。然後仲有呢一個插卡，藍牙加插卡嘅，呢隻係最新款嘅一個插卡手錶，佢好靈敏㗎。然後大家可以切翻繁體字。呢個屏幕就比較方一啲，佢嘅清晰度就更加清啲。如果你要調繁體，可以直接切翻繁體字。你睇，然後佢好流暢啊！我隻手就咁樣篤佢，佢都好流暢。佢呢隻係256G嘅，即係話大內存，你就唔使驚佢唔夠用。運動功能同埋36呢啲全部都有，佢有藍牙助手，可以直接連藍牙都得。你睇相機、相簿、36呢啲全部都有嘅，有 WhatsApp 同埋 Pay 充電、Google Pay 同埋 YouTube 呢啲全部都有。佢可以接打電話，同埋你直接連藍牙都得，或者你連 WiFi， 你唔鍾意插卡嘅話，你就連 WiFi 用都得。佢都可以當埋一個小朋友嘅備用機。由我哋呢家睇佢嘅一個鏡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純純。呢個鏡頭都好清㗎，清晰度好高。你好，歡迎大家嚟揾我啊！呢個好清嘅清晰度，
前後鏡頭都可以調嘅。呢個屏幕就更加流暢啲。佢呢間新款，佢嘅待機時間同埋流暢度就比較好一啲。係呢個嘅流暢度就比較好啲。佢嘅標面都可以自己去揀嘅，同埋佢裏頭都有運用裏頭都可以，運用商場裏頭都可以設翻佢嘅嗰啲即係話標面，因為我呢間冇連 WiFi， 連國內 WiFi 都得。呢個就係我最新款嘅嗰個插卡手錶，有顏色同埋黑色兩隻顏色可以俾大家揀，都係送兩條錶帶。然後喬幫主嘅呢個藍牙版呢，呢個我哋俾大家係248蚊，送兩條錶帶，即係話3條錶帶。然後呢隻插卡嘅話，我真係好推薦呢隻插卡，呢隻插卡比之前嗰啲插卡仲更加靈敏。然後佢本身已經貼好一中芒噶啦，好清晰嘅 OLED 屏。呢個就348蚊呢一隻，兩隻顏色大家可以自己揀。大家如果中意嘅話就可以買。大家中意嘅按摩神器，你可以送為長者，係冇錯。呢個可以送長者，佢係飛利浦嘅一個按肩頸，即係話佢唔同之前一樣嘅。你過嚟試睇一下，我呢間開機，佢唔止係之前嗰啲按摩，佢呢度加強咗一個滾輪式嘅，邊按邊有一個滾輪式嘅俾大家按摩就更加舒服啲，同埋佢呢個闊度就更加闊一啲，佢可以按到肩頸下一啲啲嘅位。然後佢呢度係發熱嘅地方，因為我哋呢度可以調模式。呢個係舒緩嘅模式，呢個活力模式佢就更加大力啲。你睇3個力度，然後呢個係熱敷，呢個熱敷係高檔熱敷，佢有65度嘅溫度，呢一度呢度好熱嘅。呢個就係力度，力度高，力度低，係呢個就係力度。佢呢3個按鍵，呢個係 Type C 充電嘅，佢充完電係真嘅可以用到2個鐘，同埋佢呢啲皮質，即係話呢啲皮質你全部可以拉鏈拉落嚟清洗㗎。佢呢啲拉鏈全部係可以拉落嚟清洗，佢呢個質素就好好多。佢呢個皮質同埋質素，同埋呢條肩帶同之前嗰個係唔同嘅，啱啱好卡喺你呢個位，你大家可以睇下。佢係啱啱好卡呢個位嘅。我呢家開機，你睇佢係一個滾輪式嘅，好舒服我覺得，滾輪式嘅，好舒服。大家如果鍾意送埋長者或者自己屋企留住用嘅話，肯定要攞呢個牌子嘅，呢個牌子。然後我哋呢一個呢，即係話佢飛利浦，佢官網係賣緊300幾蚊嘅，係佢官網係賣緊300幾蚊，我哋俾大家係288蚊呢一個，呢個佢帶電池嚟㗎。如果大家鍾意就可以過嚟試一下。我想推俾大家一隻直髮嘅小極品，最新款，今日先到嘅貨。呢一個佢輕輕地，而且佢呢度唔會整壞你頭髮。我呢個自己用嘅，呢個我用咗差唔多1個幾月，我覺得幾好嘅。然後我今日想推呢一隻新款，因為我覺得佢真係好方便，細細一隻。如果你屋企有女或者有老婆或者有女朋友你可以買多一個俾佢，或者有我啲女粉絲，你可以用呢一隻。像我嘅可以直接推，因為佢有負離子，可以直接用，而且佢呢個有3個力度可以調。呢個燈顯示就係溫度唔係咁高，升得就冇同埋白色燈，紅色燈係溫度最高嘅，同埋升溫都比較快嘅。你睇佢呢個發緊熱噶啦。
然後你可以夾緊，即係話你用你你自己嘅頭髮直接拉直，係拉直佢有負離子，佢拉出嚟嘅頭髮係好順嘅，你睇。然後或者你有亂髮都得，佢有負離子，即係話你成日整你嘅頭髮呢啲，你可以試一下，佢有個車輪，係咁樣嘅。我呢家即係發1、2、3，係你就慢慢咁樣放落嚟，你睇佢係可以夾到嘅，因為我夾嘅唔係咁，你睇，因為佢呢家有呢啲紙，係車輪佢可以攣埋頭髮，同埋你蓬鬆都得。你要夾埋，你去放緊一啲，你可以夾埋呢啲頭顱頂，蓬鬆嘅顱頂，同埋你如果有劉海嘅話，你都可以。你睇夾直出嚟，夾個彎度出嚟，慢慢點樣拉落嚟，你睇。佢有一個弧度出嚟㗎啦，因為我呢家冇個頸，我唔知睇到點樣。佢係可以咁樣夾住你嘅劉海，你如果有劉海嘅話，你可以直接夾嘅。我比較鍾意呢個粉紅色，你睇，好明顯，同埋佢有負離子，對你頭髮係比較好嘅，因為佢裏頭有個車輪係可以直接弄蓬鬆，你顱頂咁樣蒸高都得。蓬鬆嘅，而且佢有6億多嘅負離子，係保護頭髮嘅，直接拉長。呢隻就係粉紅色，呢個顏色係粉紅色，而且佢仲有一隻係黑紫色、灰紫色，同埋一隻係藍色、藍金色。我呢家熄咗呢一個，俾大家睇埋呢啲色。呢個就係粉紅色，呢個就係我哋嘅黑紫色。灰紫色呢個色都好睇，同埋呢一個藍紫色、藍金色呢個色都好靚。3隻顏色裏頭有送埋呢啲梳，同埋呢個旅行袋。你去旅行嘅話就方便，佢唔需要邊插住線用嘅，佢係充完電先用，好輕嘅。呢一把好輕，同埋佢可以一直梳到4個鐘，即係話你去一直梳4個鐘，你就唔需要一直充電。充完電然後出街用就得㗎啦。3個顏色大家可以自己揀，鍾意就買啊！呢個先128蚊。視頻講到呢度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大家歡迎過嚟我鋪頭揾我純純買嘢，同埋呢訂閱我嘅 YouTube 號，我會時不時嘅優惠同埋更新呢啲新嘅產品俾大家。大家快啲過嚟買啊！我喺翠格經濟大廈2樓，從扶梯右手邊2D61。拜拜，訂閱我。